朝早6點，個天都未光，我已經喺健身室入邊，成個地方得我一個人，靜到聽得到冷氣聲。我會上跑步機，唔使諗就咁跑。呢個係每一日嘅第一件事，好似刷牙咁，做咗先開始新一日。有時得15分鐘，有時可以練成個鐘，睇當日時間。但長短唔係重點，重點係我今日出現咗。就算前一晚湊仔湊到3點先瞓，就算好眼瞓唔想喐，我都逼自己出門，因為我知道停一日就好容易停第二日。你可能會問，咁辛苦，你究竟係做咩嘅？老實講，好多人都問過我呢個問題。有人以為我係運動教練，有人以為我係炒股嘅，有人以為我淨係湊仔。講真，佢哋全部都啱，但係全部都唔齊，因為我嘅身份唔止一個。今日呢條片，我想攤開晒嚟講，等你知道我究竟係乜嘢人。你試過未？想介紹自己，但係發現一個詞講唔完。教練、老闆、投資者、爸爸，每個都啱，但每個都差少少。後來我揾到一個字斜槓，但我講嘅斜槓唔係乜都做少少，係每一樣都認真做，每一樣都落過苦功。所以今日我會用成條片嘅時間同你逐個講我嘅6個身份，唔係為咗晒命，係想話你知一個普通人可以生活到咁忙。第一個身份接近全職爸爸，我有一仔一女，大女6歲，細仔2歲。你冇聽錯，我係接近全職湊。每日朝早送大女返學，中午接放學，中間剩低嗰幾個鐘，有時陪細仔玩公園，有時我做其他嘢嘅時間窗口緊唔緊？好緊。但湊仔唔係我一個人嘅事，我同太太係一個 team，佢負責佢嗰部分，我負責我嗰部分，大家有默契。細路大得好快，快到你影相都嚟唔切，所以我成日同自己講，趁而家多啲喺佢哋身邊，唔想有日後悔。有朋友問我全職爸爸悶唔悶，我話你知，你試下先講。一日入邊崩潰同滿足會交替出現，毫無預警。湊返學、接放學、去公園、陪玩，全部都係工作，分別係冇人出糧俾你。但你知唔知道呢啲回報係無價嘅？每次見到佢哋學識咗新嘢，笑到見晒牙，嗰種滿足感真係咩都換唔到。呢個就係我做全職爸爸嘅原因。講完爸爸，嚟到第二個身份，小公司老闆。其實講老闆有啲誇張，因為基本上乜都係我自己同幾個朋友幫忙做，出貨、覆 message、打電話、對數都係我哋搞掂。聽落好慘，但講真，我反而幾享受，因為所有嘢都喺我手上。最重要嗰樣嘢係自由度高。我想幾點做就幾點做，唔使同人交代，唔使打卡。呢一種自主權對我嚟講比高人工重要。講完爸爸呢個身份，嚟到第二個小公司老闆。冇錯，我有間細公司，有幾個員工，規模唔大，但係自己一手建立。雖然有員工幫手，但核心嘅嘢仲係要自己做，仲要決策、方向、大客戶呢啲真係放唔到手，放咗我唔安心。最大學問係點樣放手俾員工做，但又唔失控。呢樣嘢我學咗好耐，到而家都仲係學緊，冇話學完嘅一日。做老闆唔係好似人哋諗咁坐喺度數錢，員工有事你頂住先，客戶投訴你接住先，出糧日你諗住先，全部係你。但自由度真係高，朝早送完女返學，飲杯咖啡先返公司，冇人會話你遲到。呢種彈性係打工好難有嘅。我唔追求做大，追求平衡，養得起員工，養得起自己就夠。最緊要唔好食晒所有時間，錢揾到但冇命，享唔抵。做老闆最大好處係冇人可以炒你，最壞情況執咗再嚟過咯。人仲喺度驚咩？大不了從頭再嚟。就算間公司有日真係冇咗，我嗰啲經驗、管理能力、人脈，全部跟住我走，邊個都攞唔走呢啲嘢。嚟到第三個身份，呢個係最多人好奇嘅期貨投機加股票投資。一聽到投資，大家耳仔就豎埋。我行兩條線，期貨短線快入快出，靠紀律；股票長線買入持有等收成，兩樣性質完全唔同，但我兩樣都做。點解要兩條線？期貨幫我揾現金流應付日常，股票幫我建資產留俾將來，一個管今日，一個管聽日。唔好以為我一開始就識蝕過錢，蝕過唔少。嗰種望住個戶口數字跌嘅感覺，試過先知有幾痛。每次蝕錢我都會寫低，幾時蝕，點解蝕，做錯咩決定，真金白銀嘅學費唔會忘記，寫低係為咗唔好重複。而家我有自己嘅系統，有紀律，有風險管理，呢3樣嘢係用蝕錢換翻嚟嘅，唔係睇書學到，係用真錢換到。投資同訓練一樣，最緊要有系統，然後跟住做，唔好俾情緒帶住走。情緒化係投資同訓練入邊最大嘅敵人。第四個身份，運動教練，唔係健身教練，係持牌運動教練，真係考過試，讀過運動科學，認真學返嚟嘅。中意訓練好多年，有日突然諗，中意做不如做到專業，於是去考返個資格，去學，有興趣，慢慢變成另一個身份。我教嘅係體能訓練、運動表現提升、整體訓練規劃，教成人都有教小朋友，而家主要係教小朋友。教人嘅過程自己學最多，每次教學生一個動作都要重新理解點解要咁做，教得識人自己先算真係明白。最有滿足感係見到學生進步，由做唔到變做到，
嗰種成就感真係錢買唔到。佢開心，我仲開心過佢。運動教練呢個身份同其他身份完全互扣，訓練出嚟嘅紀律，我用喺投資，用喺管理，用喺湊仔，全部通用。第5個身份，每日訓練者同時係學習者，呢個冇牌考冇證書，但可能係6個身份入邊最重要嗰一個。訓練唔係為比賽，係為將來嘅自己。每日望住鏡入邊嗰個人，我希望佢一日比一日好，呢個就係我嘅目標。學習唔係為考試，係因為世界好大，我想知多啲。YouTube、書本、Podcast 呢啲就係我嘅娛樂，真心覺得好享受。你話邊有時間學？搭車10分鐘，排隊5分鐘，沖涼聽 Podcast 15分鐘，碎片時間加埋其實好多㗎。每日進步1%，一年就係37倍。條數聽落好誇張，但道理係真嘅。複利效應喺任何地方都適用。有時進步好慢，慢到覺得自己企咗喺度。但我提自己停一日就退一日，慢唔緊要，最緊要唔好停。最後一個身份，頻道主持人，即係你而家睇緊嘅呢個頻道。呢個係我第6份斜槓，由零開始建立嘅。點解開頻道？好簡單，記錄自己同分享俾同路人。好多嘢唔講出嚟，唔寫低，好快就會忘記。我唔想忘記。好多時深夜先錄音，小朋友瞓晒，成間屋好靜，就係我最好嘅錄音時間。安靜到可以聽到自己諗嘢嘅聲音。一開始冇人睇，得20幾個 view，但我同自己講，觀眾會嚟嘅，我淨係負責繼續做好每一條片就夠。頻道同訓練一樣，持續做就會慢慢生長。你而家嚟到呢度睇緊呢條片，就已經係最好嘅證明。多謝你。講完6個身份，你可能會問，做咁多嘢唔辛苦咩？點解唔專心做一樣就好？呢個問題我以前都問過自己，因為我試過淨靠一份收入，嗰份工冇咗嘅時候，乜都冇埋，嗰種咩都捉唔住嘅恐懼，我到而家都記得好清楚。所以我決定收入唔可以得一條線，一條斷咗，其他仲撐得住。唔係貪心，係保護自己同屋企人。而家有幾條線：公司收入、教練收入、投資回報、頻道收入，每條唔使最多，加埋夠用就得。斜槓唔係貪心，係分散風險。好似投資咁，唔好所有雞蛋放喺同一個籃入邊。呢個道理好簡單，但好多人做唔到。斜槓唔止為錢，更加為自由。揀做咩嘅自由，揀幾時做嘅自由，呢2種自由先係我真正追求嘅嘢。收入唔靠一個老闆，時間唔受一份工綁住，呢個先係我追求嘅生活。唔係最有錢，但係最有自主權。你想要嘅自由同我可能唔一樣，但係方法一樣，建立多條線保護自己。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嘅方式去做。最好嘅係呢6個身份唔係獨立存在，佢哋係互相幫助嘅。呢樣嘢我用咗好耐先領悟到，而家先至講得清楚。自己日日訓練，所以可以教學生。教學生有收入，收入投入去投資，每一步都係上一步嘅延伸，冇嘢係浪費。投資產生被動收入，覆蓋咗基本生活費。生活費有着落，我就有時間全職湊仔，唔使為揾食放棄陪伴。有時間湊仔，身體又健康，就有動力繼續訓練，然後又可以教學生，又可以投資，成個嘢係一個循環嚟嘅。所以唔係6樣嘢，係一個系統。每個身份都係入邊嘅齒輪，推動下一個，一個轉，其他全部跟住轉。核心一句：訓練身體同訓練財富，用同一套系統。呢句唔係口號嚟嘅，係我每一日實實在在做緊嘅嘢。堅持、系統、紀律，呢3樣嘢用喺訓練就出體能，用喺投資就出回報，用喺湊仔就出耐性，全部通用。運動員紀律乘以財務投資乘以斜槓爸爸，呢個就係斜槓爸爸的負能量，呢個頻道嘅全部。呢個頻道會講5大範疇：理財投資、斜槓創業、時間管理、書籍分享同埋爸爸日常，全部圍繞呢個系統展開，全部真實經歷。我試過先至講嘛，唔講理論，唔講我未做過嘅嘢。你聽到嘅每一句背後都有真實嘅汗同淚，每條片都有帶得走嘅重點，唔講廢話，淨講有用嘅嘢。你嘅時間好珍貴，我知道，所以我唔會浪費你一秒。呢個頻道係為你而設。如果你想用紀律改變生活，想揾到自己嘅節奏，咁你嚟啱地方啦，歡迎你。下一集我會講一個故事。20幾歲嗰年，我做咗一個決定，嗰個決定影響咗之後，我所有嘅嘢，嗰個決定影響咗我嘅事業、收入、生活方式，甚至影響咗我點樣做爸爸。你諗下一個決定可以有幾大影響？所有人都話我傻，冇一個人睇好，但冇呢個決定就冇今日嘅我。下一集我會由頭講起，全部攤開。你呢？
你有冇一個決定改變咗你成個人生？轉行、創業、移民、結婚、開始投資，每個人都有呢啲時刻。留言話，我知你嘅故事，你嘅經歷可能啟發到其他人。唔好覺得自己嘅故事唔值得講，每個人嘅經歷都有力量，唔好收埋，寫低佢。當你寫低嘅一刻，你已經踏出第一步。好多改變就係由寫低嗰一刻開始嘅。覺得今日呢條片有用，就幫我分享出去。你一個 share 可能幫到一個你唔認識嘅人，呢個就係分享嘅力量。訂閱呢個頻道等於訂閱一個自我訓練系統，每星期陪你練身體、練財富，撳埋個鈴鐺就唔會錯過。你而家用緊嘅時間值幾錢？如果呢10幾分鐘令你有一個新想法、一個新角度，咁就已經值得晒。覺得有用就幫我撳個 like， 你嘅 like 係對我最大嘅鼓勵。唔好睇少呢一下，對我嚟講真係好重要。留言話，我知你最想知咩內容，理財投資、書籍分享、創業、時間管理定湊仔。你哋嘅留言就係我下一集嘅靈感。呢條路唔易行，但我會繼續行落去，因為我相信最難行嘅路往往通往最好嘅風景。你信唔信？唔好同人比，同舊時嘅自己比就夠。進步唔使大，但每日都要有1%就夠，積埋就好犀利。你唔係一個人，呢個頻道就係你嘅訓練夥伴。你練我都練，你進步我都進步，我哋一齊練。記住呢句，訓練身體同訓練財富用同一套系統，呢個係成個頻道嘅核心信念。每一集都會圍繞呢句展開。我係一個38歲嘅斜槓爸爸，大女6歲，細仔2歲，能夠做到今日呢一步，多謝你睇到最後。我哋下集見。下集20幾歲，我做咗一個影響一生嘅決定，多謝你睇到最後嘅你，一定唔簡單。你嘅時間我唔會浪費，以後每一集我都會用心做好俾你睇。斜槓爸爸的負能量，每星期陪你練身體、練財富，訂閱加小鈴鐺，我哋下集見，多謝你。